大家好，今次沙田日馬上步波馬提供嘅3匹心水，分別落喺第一場5班18米嘅精選特殊，第3場5班12米嘅男爵爺，同埋第9場4班14米嘅百勝威龍身上。而落飛馬精選就係第8場4班18米嘅包裝戰士，第10場3班14米嘅星遠無限。等緊入邊有密密送啦，外邊冚噶啦，粉紅眼罩有爆出美麗啦，馬林後邊先見到橙衫藍眼罩雙贏，出邊妙算奇勝啊！最後200零米啦，前面風起雲湧佔先少少嘅精選特殊開始上嚟挑戰噶啦，外邊位置仲有一支箭啦，咁啊迷欄位置仲有隻密密送，馬林中間同益線啊同爆出美麗，最後100零米精選特殊外邊壓住咗風起雲湧，後邊嘅馬就一支箭第3、第4名都近啊，出邊同益線入邊係密密送啊，睇翻最後100米都鬥得相當精彩啊！精選特殊響外邊追緊埋邊嗰隻就風起雲湧，最後50都一路壓住佢嚟跑噶啦。第3係一支箭。男爵爺上季尾喺無偉傑馬房於4班田草1002米初次入圍，喺直路上交出凌厲嘅衝刺之下跑第2，輸俾頭馬亨企3/4馬位。亨企外邊逢馬過馬贏出呢場賽事跑第2名係男爵爺啊，第3名佳雲發。今季跑過3場都冇表現之後，轉投貴福特馬房，上場9優復出喺5班谷草1002米跑第5，復課相當積極，試泥閘比落去有好反應，但見好即收。今次回戰田草1002米可爭出頭。有意上緊內欄位置輕鬆大笑追緊，接近終點，我拉真係犀利，莫雷拉。好啦，最後300米到啦，美麗邂逅仲有半個馬位優勢啊！見到中間位置會當凌追啦，外邊百勝威龍追啦，再見到最出嗰邊有一定掂啊！中檔位置咧仲有駿馬之星啊！最後100零米啦，美麗邂逅仲係佔先啊！百勝威龍咧逐步追緊佢過埋佢添啊！外邊位置仲有一定掂，白鼻箍第4位仲有駿馬之星啊！贏馬嗰匹係百勝威龍啊！跑第2名咧好接近喎。最後大概200米啦，咁啊中檔仍然係佔先啲呢，就變翻呢隻百勝威龍喎。入邊啊你知我得，中間上嚟女神，咁啊中檔第4呢，就進步型，出邊孤峰潛影，接近終點百勝威龍女神，你知我得，進步型啊過終點啊追咗上去。包裝戰士就開始中檔追啊，揈出去外邊上噶嘛，有中國心啦，最出嗰邊仲有紫神之星啊，偷內欄上仲有長勝將軍啊，最後100零米奔放之嚟一個身位，見到中間位置風神上嚟勁喎，入邊長勝將軍，最後50米風神響中檔透出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呢，長勝將軍。啊！第5位揈咗出去中檔啦，紫荊拼搏啊，響馬林裏邊揾位，紅眼罩紫衫榮進大道啊，揈出去外邊追，係火唔空嗰啲馬，最後200零米奔放仲有少少嘅優勢，上嚟嘅馬有中間位置安可啊，紫荊拼搏入邊發財先鋒，出邊榮進大道追緊噶啦，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係紫荊拼搏啊，外邊榮進大道一路追緊佢，紫荊拼搏仲係佔先，好有機會贏啊！第2名嘅馬外邊榮進大道，第3發財先鋒。後多浸嘅馬呢，仲有立白村嗰啲馬，最後200米到啦，櫻花酒杯響中檔已經係脫穎而出噶啦，後邊嘅馬同心同樂嘉應騎兵啊，中檔位置上嚟嘅馬仲有隻鴻運光輝啊，最後100零米櫻花酒杯走甩咗3個身位，贏出呢場賽事跑第2名係鴻運光輝啊，第3名嘅馬呢，咁啊就係呢隻立白村第4。前面和光同塵有少少優勢，中間位置啊超輕鬆3幾個箭步已經上咗嚟啊！後多層啊嘛，灰馬大眾福星啦，出邊首飾天空啦，中檔最重係隻有形量啊！最後100零米超輕鬆透出啊！中間灰馬就係大眾福星上嚟啊！外邊位置仲有首飾天空壓咗埋去，再喺埋邊位置呢，就係津智神，最後50米到首飾天空外邊逢馬過馬輕鬆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馬大眾福星。